唔知大家有发现冇？有时间动开个下，就会知道讲，影响到心情，因为心情咩唔好呢？其实也个心情啊，老身体系连强下嘅。古时候人家讲，身体好，心情好，好好嘅食饭，也规则就系连强下。希望所有嘅观众朋友都会注意到自家，要好好嘅食饭冇，要好好嘅睡冇，也都系非常重要嘅哦。接下來，我老大家來紹介到嘅句型係按樣，一個句型用來表達事情嘅前後順序，在日常生活當中係非常實用嘅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有可能會講水淋強夾，按樣會曲到，又或者講煩惱需要講出來，安尼就唔會壓到心肝度。一條都係在日常生活當中常接出現嘅句嘢，透過按樣句型嘅練習，咪做得清楚了解到事情嘅相對關係。客家話按樣，按樣，華語的意思是這樣，這樣。南西煙強用版講按呢，按呢。按樣，華語的意思是這樣。前幾日當暗睡冇，按樣本來睡唔飽。前幾日當暗睡冇，按樣本來睡唔飽。華語的意思是前幾天很晚睡覺，這樣讓我睡不飽。前幾天很晚睡覺，這樣讓我睡不飽。南西煙用版講，前幾日該暗睡冇，按呢本來睡唔飽。前幾日該暗睡冇，按呢本來睡唔飽。按樣，華語的意思是這樣。早晨5點起床，按樣本來睡唔飽。早晨5點起床，按樣本來睡唔飽。華語的意思是早上5點起床，這樣讓我睡不飽。早上5點起床，這樣讓我睡不飽。南西煙用版講，早晨5點起床，按呢本來睡唔飽。早晨5點起床，按呢本來睡唔飽。按樣，華語的意思是這樣。健康數據嘅，按樣對目睭唔好。健康數據嘅，按樣對目睭唔好。華語的意思是一直看手機，這樣對眼睛不好。一直看手機，這樣對眼睛不好。南西煙強用版講，健康數據嘅，按呢對目睭唔好。健康數據嘅，按呢對目睭唔好。人家下學到嘅按樣也在句型，接下來人就愛透過短劇，實際來看一下也在句型在生活當中做得用擺型來運用。阿媽老阿娘哦，持續對個當認真，請用擺型做得對人自家身體較康健嘅方式。不過咧，有個地方唔知大家有注意到冇？當啲嘅影響到阿娘嘅康健。